啦。好靚喎！請你咁樣啦，係啦，係啦，請你咁樣得，係啦，得，我睇下先啊。Last time 慢嘅，1、2、3、試下快咁多，5、4、試下，快啲，1、2、3。係啦，唔得，你冇得唞啦，冇得唞喎，咩嘢啊我而家呢啲動作咧，頭先我係上個禮拜應該係原嚟嘅，即係個依個好啦，開始唔係啦，係要向前，點樣向前排咧？好簡單啫，我要你走踏交叉，呢個要你踏學，似呢個，嗱似即刻係一樣，咪即刻係唔係啊？即係唔係開腳㗎？開腳，唔係開嘅，係踏。所以話做乜事咧？踏踩，係啦，再踏踩，再踩，係啦，得。5、6、7、8，踏，and 踩，再踏，and 踩，and 踩，再嚟一個，去呢度，冇錯，係啦，得，開始啊！5、6、7、8，踏，and 踩，and 踏，and 踩，and 踏，and 踏，係啦，講到呢個係啦，5、6、7、8，踏，and 踩，and 踏，and 踩，90度，快嘅6、7、8。即係點樣先？俾啲咪好超慢，5、6、7、8。係啊，同埋啲
嘅，2、3、4。注意話你重心啊，睇條啦。而家咧呢條之後啦，但係重心唔啱，有啲人係咁嘅，1、2、3、4，攞中間，中間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6，冇錯。得，係咪啊？頭先，5、6、7、8。Yes， 你真係踩到，你有冇驚？嗱，原來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當然啦，有手啦，即係好簡單啦。你冇機冇手嘅，啊，翻隻。係啦，好啦，呢一個就係呢個年啦。你係咪小女仔更加中意？好啦，睇住啦。咁我哋點做咧？睇住啊，你嘅心口係啦，即係其實你又係呢個動作好多啊，所以要練多啲人嘅身做呢個。係即係張開身點。咁啊，到時候咧，當然個拳頭嚟扯一嚟嘅。係啦，係有啲動作係咁嘅，吞住嘅。而家唔使，因為點解？因為吞住你時間多咗，難啲，所以就咁幫睇住啊！你收我整啦 ，OK， 落去，睇住。係咁啊！高兒嘅手啊！拳頭啊！可以未啊？頭先扯嚟，落今日節嘅，所以節嘅好重要，呢種我單眼咁樣。腰骨痛會嘅，會喺邊度咧？膊頭度啊，三頭肌。嗰啲三頭肌好似呢度，係咪？三頭呢度，呢個膊頭啊，膊頭。You know what time it is. For example, it's good to be back. I miss you.